清资派因创始人贡嘎岗堆亲自切墨而得名。清资派的主要特点是造型较活跃，画面富于动感，画技中多见自汉族艺术吸收的营养，色层的丰富，色彩调配考究精微，制造色彩明亮如灯、闪烁跳动的幻觉。亲资派大都是以怒向神而声名远扬的，画面中多见造型的强劲和气势的宏大，诸多造型单元都较印度尼泊尔样式活跃，画面极富动感。在造型中没有脱离早期印度尼泊尔样式太远，人体修长，手足柔美，金刚的须眉仍是图案画的。